Lesson 17. Work. 第17課。我唔中意呢份工，點解唔中意？因為好辛苦。點樣辛苦？我要好早返工，6點鐘。咁早？你要好早起身？係，我朝朝4點半起身，5點半要過海，而且人工好少。你細佬做咩嘢工？佢都係打工，佢做伙計，我大佬做警察。做警察都幾辛苦。佢唔辛苦，佢係警官。佢好聰明。唔係幾聰明，但係佢好勤力。我好懶。平安公司邊個做老闆？林偉峰。點解？你識佢嗎？你幫我喺平安公司搵份工做好嗎？你要我介紹你俾林偉峰，係嗎？我同林先生唔係幾熟，你係唔係想做伙計？唔係，我可以做打字或秘書。唔該你介紹我。好啦，我希望你搵到工作。我聽話平安而家請人，生意好好嘅。佢哋有3間工廠，每一間請1000幾人。啲工人有冇工會？有，多數係會員。有冇假期？有，每個禮拜放1日假，人工都幾好。